好耐冇講廣東話啦，大家唔好笑我啊！以前喺香港住嗰陣，最中意去茶餐廳叫碟蔥鹽豬扒飯。今日想試下自己整，其實做法比想象中簡單㗎。首先用刀背拍散啲豬扒，然後四周切開少少，跟住加啲鹽、糖、生抽同埋芝麻油，醃佢15分鐘。期間可以嚟整呢個靈魂蔥油，燒熱啲油，落紅蔥頭炒到變淺黃色，跟住落大量嘅蔥花，繼續炒香，最後加少少鹽同埋糖調味就 OK 啦。然後我哋繼續嚟煎豬扒，冇咩技術，煎到兩面金黃焦香就得啦。整碟白飯，將豬扒擺上去，加啲蔥油，最重要嘅係隻太陽蛋。大功告成，你哋睇下個豬扒真係好好味啊！記得 follow 我睇更多簡單又療癒嘅食譜啦〜